日本青岛透早4点外发生规模5.4的地震，至少4个人受伤。专家评估讲，这站有可能发生更较大地震。风声美国众议员莫顿讲，若是战争，就要甲台积电爆掉下中国。莫顿强调讲，这是中国的武力言论。另外，社交有大批信众唔只要死，找到100多具遗体，但阁有发现讲有的遗体器官无去，这可能阁牵涉到卖灭器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台海情势紧张，顶一日是风声讲，美国众议员莫顿讲，若是要吓中国，就甲中国讲，伊若是来拍台湾，美国就会甲台积电爆掉。时阵莫顿是背回强调讲，是中国的武力言论，用假消息使人台美的关系。也若是咱的外交部是表示，是中国小想要影响咱台湾人的信心。中国创空台海局势，台积电是台湾的护国神山，嘛是国军守备的重点项目。台积电在伫新竹召开2023年技术论坛台湾场，针对俄乌战争敢有冲击半导体产业，总裁魏德嘉深切回应。我们必须要找尽方法去 reduce the cost， 去来克服各种的困难。如果是你们的老板们，他们就马上就会脑袋想说：这小子想要涨价吗？不过，美国联邦众议员莫顿日前对晶片问题炸掉台积电的讲法，和中国官媒引用标题写炸掉台积电压制中国，美国政界废台派声明互吐槽。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if you invade Taiwan, we're going to blow up TSMC. I just throw that out not because that's necessarily the best strategy, but because it's an example of debate that's out there. And of course, the Taiwanese really don't like this idea. I'm not blowing up TSMC. If you do that, you have a $2 trillion economic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within the first year. 某人不满指控中国选择性引用伊的发言，利用假信息要破坏台美关系，这就是对付台湾人民的证明。实际来看，莫顿找日出席美国智库美军研究院研讨会发言，伊直接讲台湾人袂介意这个讲法，也过中国放上气头气尾乌白讲。Well, I mean, this is one of the interesting ideas that's floated out there for deterrence is just making it 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if you invade Taiwan, we're going to blow up TSMC. I just throw that out not because that's necessarily the best strategy, but because it's an example of debate that's out there. And of course, the Taiwanese really don't like this idea, right? 外交部回应，驻美代表处已经向莫顿联络，讲这是认知作战。另外，莫顿伫研讨会嘛几若摆强调，伊是鼓励，毋是支持。中国影片含事实有出入，超过于乱注写。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外交部长真讲，这几天是去访问欧洲，要与我甲欧洲的关系。不过，德国甲法国的外交部长是拢真关心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德国的外交部长是当面甲真讲，中国保持中立的立场，对受害者来讲，等于就是甲侵略者徛同边。中国外长真讲，这礼拜访问这番间晚会，希望伫美中紧张的时阵，应呼吁欧洲。不过，派至德国外长伫联合记者会顶悬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应该伫结束俄乌战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毋是采取中立模糊立场。Im Lichte von Recht und Unrecht, im Lichte eines Aggressors und eines Opfers. Neutralität bedeutet, sich auf die Seite des Aggressors zu stellen. Und deswegen. 第一天进攻到巴黎，法国外长也说了表示，北京应该努力说服俄罗斯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停止入侵乌克兰。Nous savons l'importance du rôle de la Chine sur la scène mondiale et l'importance aussi du rôle qu'elle peut jouer pour la paix et la stabilité mondiale. 中国甲俄罗斯关系密切，到即马拢无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真讲引用习近平的讲法，强调对话谈判是化解冲突唯一可行的出路。中国被客观上看袂收谈，也被趁机会暴力，不过将对后面准备对某一寡提供俄罗斯军民能用物资的国家甲企业推出新的制裁，包含七间中国企业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以供答回。中国和俄罗斯的企业之间有着正常的交往与合作，我们坚决反对有的国家集团以自己的所谓的法律对别国，包括对中国实施长臂管辖和单边的制裁。
真讲选区被访问落会，五号问题也可能搬上台面。欧盟国家虽然拢向中国施压，不过目前中国已经是欧盟上大贸易友伴。这个外长承认，因平时要甲中国脱钩，是希望降低相关风险。公司新闻将避免变形。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美国4大杂志访问。伊伫咧专访当中，岸田是讲毋望日本放弃和平主义，行做真正军事强国。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若是调关机制上限的谈判超未可行，伊可能就无法度参加后礼拜G7高峰会。不过有分析师指出，拜登是利用这款讲法来甲众议院施压。英国《Times》报道，英国安省甲大病院资历较浅的少年医师派去社区诊所。毋望解决这病人拢徛伫咧大病院的问题，麦当训练这款少年辈做家庭医师。少年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学历经历造假纽约州众议员桑波斯，让互人逮捕，这项指控13项罪名。但是所有罪名成立，可能就要互判关20年。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前总统 Trump 甲 CNN 电视台联合，当煞是罕见参加 CNN 节目，否认对伊不利的事件。Trump 阁呛讲，若是执政党唔减少支出，就要互美国债务违约。美国第42号法令是会当用疫情做理由拒绝移民入境，这条法令今日就到期啊。所以有真侪中南美洲移民是伫咧边界等要申请庇护入境。不过，即阵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是宣布讲，要加强掠非法入境的移民，想办法要控制情势。滞留伫美北边界，希望川普政府时期的防疫遣返令到期，准备入境美国的无证移民，短短24小时，就有破纪录的万外人。靠全长3218公里边界沿线都市甲国土安全部的相关机构带来真大压力。国土安全部长梅奥卡斯7日伫华府开记者会，表示人口走私犯案一直散布不实在消息，爱无证移民唔通相信因的白贼话。Smugglers have long been hard at work spreading false information that the border will be open after May 11th. It will not be. They are lying. To people who are thinking of making a journey to our southern border, know this. The smugglers care only about profit, not people. 美国5月11开始，无证移民非法入境美国了后，爱面临宵禁甲监控，一家之主爱挂电子卡条。移民法院会伫30天内完成听审。头多人5年来未能够入境美国，是美国一摆冲关会面临犯罪起诉。美国也伫西半球设一摆区域移民处理中心，美国会为来自古巴、海地、尼加拉瓜甲委内瑞拉4个国家，总共有3万人提供人道假释入境管道。Todos tenemos temor por nuestra familia porque, por ejemplo, yo tengo familia que vienen en viaje hacia acá. En realidad, todavía no entendemos el título 42, no sabemos cómo va a ser. Quizás sea más fácil la entrada para acá o quizás sea más complicada. En verdad, tenemos la incertidumbre de que 为这特别教会的大批移民，美国政府增加1500士兵镇守边境，另外边界顶悬也有差不多24000名执法员警，2500个国民警卫队成员，共同协助海关甲边境保护局管制移民入境。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罗西亚土地真宽，为领土甚至是无甲本土相接，亲像伫咧波兰甲立陶宛中，都有一块罗西亚领土号做加里宁格列。即阵波兰是宣布讲要甲这笪改转去伊的旧地名科尼斯堡。波兰是讲加里宁是一个罪犯，爱为着苏联入侵波兰负责，所以无爱阁用伊的名做地号名。不过罗西亚是真不满，认为讲波兰的行动有敌意。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甚至阁骂讲波兰神经破去。5月7号开始，位伫波兰甲立陶宛中间划近波罗的海的俄罗斯海外飞地加林宁格勒，将此改名做科尼斯堡。波兰境外地名标准化委员会改名理由是，科尼斯堡是这个地区的传统称呼，而且加里宁是一名罪犯，对1949年苏联入侵波兰时的卡廷大屠杀爱有责任。伫波兰若讲到伊是有负面的意义，今后未可使用，那这个举动煞引起俄国的不满。
русофоб, граничащие с безумием процессы, которые происходят в Польше.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й истории 身为北约成员国的波兰，自俄罗斯伫乌克兰展开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了后，强烈表态支持基辅，搁跳跳伫全国各地的苏联阵亡将士纪念碑。Также стоят и давно уже стоят вывески, когда по направлению в Калининград, в Королеве. И что такого? 加里宁格勒虽然是俄国的一部分，但国甲俄国陆地也是海上拢无相连，爱透过铁路甲天然公路去立陶宛，才会当接受俄国的攻击。二战结束了后，加里宁格勒是一个叫做科尼斯堡的德国领土。苏联1945年兼并了后，将伊改名，前独裁者斯大林以家己亲信的名米哈伊尔·加里宁，将科尼斯堡改名做加里宁格勒。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庆安有一个社教和大批信众集体毋食，已经找到100多具遗体枵死，而且即阵法医验尸验落，竟然发现讲有的遗体有器官无去，这代表讲可能佫牵涉到器官卖卖。昆安社教信徒集体绝食的命案，随着时间，受害人数愈来愈多，当地警方经过半个多月的搜寻，到今已经找到133具遗体。I am afraid that we have many more graves in this forest. And therefore, it leads us to conclude that this was a highly organized crime. 昆亚当局认为案件恐惊无单纯，因为法医验尸了发现部分遗体器官减少，疑似互人挽起卖。检警当进一步调查，另外被看作是祸首，讲要是到当看到耶稣的加因国际教会负责人马肯西，法院认为嫌犯有串供的疑虑，查查拒绝马肯西的保释申请。I find that the integrity of the criminal process may not be guaranteed, and the evidence may not be preserved by attaching stringent bond terms. 相信法官裁定马肯西应当拘留30天。伫这个案件涉有重嫌的17人，也同款袂当保释。那另外一名防指控局务的电视传教牧师奥德罗，顶礼拜已经交保，伊除了涉嫌谋杀协助自杀，也防指控协助马肯西洗钱。马肯西的辩护律师是控诉袂当保释的裁定违宪，会提出上诉。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非洲突尼西亚一块小岛犹太教堂竟然是发生枪杀案，造成4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而且这个凶手竟然是一个警察，不过伊是已经去互当场打死。一个警察为怎样要杀同事，搁去教堂开枪呢？还阁爱继续调查。北非国家突尼西亚吉尔巴岛一个古早犹太教堂8日发生枪案，迄当时教堂当咧举办一年一度的雕像活动，一名警察突然开枪攻击，造成4人死亡，9人受伤，需要风险互警方重视。内政部表示，死者包括2个警员甲2个信徒，其中1个人是法国公民。凶嫌先枪杀家己的同事，夺走伊的大条了后，才开始向犹太教堂射击。迄当时有大量游客甲信徒伫教堂来，有人一开始也叫是枪声是炮声。تضرب من الحس قوي برشا وما عطلش الحس تقريبا ما عطلش درجين درجوا حتى ما تماش تغيير العبد ممكن دقيقة تولي بساعة في وقتها ما تعرفش ما نجمش نعطيك الوقت بالضبط ما بعد لي بعد ما ركح الحس وركح كل شيء جاونا للبوليس خرجونا قالوا لنا ما تخافوش. Ils avaient chemin, je crois qu'il y a là-bas, c'était une 2000, 3000 personnes. C'est tout moment, c'était serré. On ne pouvait rien faire, 3 heures, on peut rien faire. Plus que 3 heures, 3 heures et demie, comme ça. 这个教堂是非洲上古早的犹太教堂，当年会吸引大量海内外信徒参加一年一度的宗教盛会。在2002年也发生炸弹攻击，造成21人死亡。2015年，突尼西亚也发生针对外国游客的劫持案，造成11人死亡，再度耸动当地的旅游业。突尼西亚政府当咧调查凶嫌的犯案动机。公司新闻张武平编译。咱伫咧香港的电影当中，常常会当看到七彩霓虹灯的街仔路，亲像边仔这张，就是10多年前的香港旺角，是真侪人印象当中的香港。这款霓虹灯的文化是对1920年代城里人一直发展到今的特殊风景。虽然这看板是插甲目睭睭，不过大家拢是尽量莫甲别人炸着。不过香港的政府这几年对建筑的管制愈来愈严，有真侪看板去互拆掉。
亲像在九龙真出名做新牛屎老店冠南华，伊的看板去年已经去互拆起来。即阵阁有一间开半世纪的南昌顿店看板嘛消失，所以讲有真侪在地人就讲，若是继续甲街坊顶看板拆了，香港的特色早晚嘛去了。香港的深水埗已经挂半世纪的南昌顿店艺红顶看板，伫最后一案有真侪民众来翕相留做纪念。八规条街自头到尾，拢是看到敢若艺术品的艺红顶的看板，怎么是听一个减一个。香港1926年顿店合法化了后，这个产业就发展正紧，深水埗就开真侪顿店。其中澳门的顿店大王高果林家族持有的南昌顿店老店，怎么是3级的历史建筑？伊看板更加是经典，就敢若是一只倒吊的蜜婆出来干着钱，顶头也有双喜代表吉祥，是真侪香港人的记忆。3公尺悬、2公尺宽的看板贴来，业者真唔甘。If there's one thing that defines a scene as a Hong Kong scene, it'll be a Hong Kong pawn shop and a Hong Kong pawn shop sign. Neon, in general, has been long associated with Hong Kong. It's been in all the sort of 1960s and 70s and movies of Hong Kong. And it's an integral part of Hong Kong's visual history. 港府去年开始搭建卫星污点的计划，要贴或者是维修1700个看板。当地有看板保护团体伫咧游说，希望会当尽可能保留香港艺风之声的视觉艺术。因也伫咧郊区的户外村口保存各种贴来的旧看板，正用心维护。希望有一天会当伫咧博物馆顶级的设施内面展示。然而，即马经费无够，因是希望会当互这个看板就留伫咧原有的所在，展示香港的原汁原味。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介意日本漫画的人愈来愈多，所以日本是有一款特殊的烫车文化，意思就是用画图也是用大作的方式，把车装塔做家己介意的模样。为怎样的合作烫车文化？有一款讲法是日本的“烫”这个字，佮有家己的意思。所以讲烫车嘛是形容这挂车，互别人看到爱叫。烫车文化即阵愈来愈盛行，甚至佮有大型的烫车店。除了车，嘛有人用漫画人物装塔其他物件，甚至是连棺材都有。即阵咱是来看这款特殊文化。大大动漫里克里斯人物倒伫车引擎挂顶悬，车门边的图，佫是互人食影白，这是上班族中野亮介一直想要改变的造型。他車自体は前からやりた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ちょっと諸事情によりできないこともあったんで、逆に車をこれ実は2台目なんですよ。1台通勤車であって2台目なんか買って、じゃあそれに貼ろうって感じで。日本听车文化起源伫20年前左右，车主会将介意的动漫人物用包膜展现伫车身顶悬，因看甲互人感觉真介旧，甲自己当中的听的俗言用法是共款，所以安尼请叫做听车。时代观念愈来愈开放，安尼动漫家介触文化潮流愈来愈互大家接受，加入的车主愈来愈多，甚至每年伫东京拢会举办听车天国这个电视活动，影响到1000台车，互车主用开心爱车到现场展示。听车文化也互汽车包膜产业生意更较好，不过要将一台车改造听车，代价是袂细。敢若是几套包膜费用至少在100万的一票，差不多128000块的新台票。除了包膜，也佫会特别定制车轮圈、车链、引擎、甲车的内部设備。ポルシェだったりとか、レクサスであったりとか、それこそその GTR、日産の GTR っていう車であったりとか、海外にもお客さんいるんで、それこそ1000万、2000万の車は全然あるのかなという感じではありますね。不过包膜设计也真费脑力，设计师伫设计出动向了后，爱甲车主沟通，一直到车主满意才开始包膜。公司新闻电视董朋友。美国加州旧金山附近的普莱瑟维尔溪，最近是真侪人去遐洗刷金，因为前一阵落大雨了后，当地就发现讲这溪仔内有刷金，有一寡好运的人是无10分钟就洗到金啊。穿长吹衫挂护旗讲，洗金啊数十年的法索尔提工具，要伫加州有名的普莱瑟维尔湖试看卖。短短无到10分钟就发现。Oh, that's easy. That's good, guys. 详细看洗金的壶内底已经有一细地金啊，技术吹可能会发现佫较侪。
$50 in 5 minutes, you know, but once in a while you get lucky, you hit a bigger, better spot than that, or you can hit less than that. So you just don't know. It's a gamble. 普莱瑟维尔过去是北加州世金马圣地，真侪人有世金马棒来吃。金马打起了后，热点也提起，即马雄雄个金马颜色原因是加州过去一段时间受大气河流影响，落真侪雨，甚至造成水灾。不过也意外带来大水黄金。Now we're talking about flood gold. So when you have a huge rain event, big rains come and they wash all the sides of the rivers down into the river basin again and bring gold with it as it happens. And that's how the deposits occur down in the river. 除了河连溪啊，拢洗着金啊，真侪人听到这情形已经赶来遮。法索尔表示，欢迎所有人来洗金啊，接受规矩，也希望普莱瑟维尔能够一波新的洗金啊热潮。公司新闻7万2报道。法国是按算家2024年巴黎奥运的开幕办伫咧塞纳河边，不过因为这条塞纳河真垃圾，所以讲法国的政府是传400多亿个代票要来改造。巴黎奥运2024年7月2日要进行，法国打算要改变开幕典礼一样拢伫咧电竞场举办的传统，邀请各国的运动员甲代表团齐全出场，沿着塞纳河欣赏巴黎风景。不过问题是，虽然塞纳河总是予人浪漫美好的感受，不过实际上8年来，明星甲工业废水拢总向内面倒，所以塞纳河早就无适合游泳。即马这条土青色的河，因为巴黎要办奥运，得到净化加改造的机会。为了要办奥运，巴黎市政府准备了几多年，按算要开15亿美金，换算代票是548亿来整治塞纳河。We will have marathon swimming and triathlon, so for the Olympics and the Paralympics games, so in the Seine. And it's great because, as you said, it's been a project for decades, and that's for me a fantastic demonstration of the power of the games. Thanks to the games, we are the possibility to make sure that all the stakeholders will accelerate the work to make sure that by 2024, it will be possible and feasible to swim in the River Seine. 根据调查，有70%的当地人对塞纳河的感受是垃圾、污染、臭。不过巴黎副市长讲，即马正伫咧建立储存设施，避免下水道的废水甲河水乱做伙，去污染着塞纳河。伫奥运结束了后，这条河按算伫2025年热天重新对所有人开放。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